元朗有新街天虹燒鵝，呢間店鋪唔太大，可以容納大約10個人。多年老字號，雜誌亦都曾經報導過嘅。裝修就比較舊啲，餐具都尚算整齊清潔，環境都尚算正常清潔，唔會黐笠笠。我哋2個人都係點咗燒鵝奶，62蚊一碗。佢俾嘅燒鵝份量都算多，而湯底係用傳統嘅上湯，整體色澤都算均勻，唔會太燶，而食入口都有脆皮嘅感覺，亦都有燒鵝味及香料味。肉質就屬於正常，唔會鞋口。但係如果同深井比，老實講就深井好食啲啦。嗰邊真係啲肉質比較多啲，不過就睇你喺邊度啦。深井始終交通冇咁方便，而呢度附近有輕鐵同西鐵，巴士都可以到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